日本雜誌開上，今次開3本。第一本係角川 SSC ムック兒童雜誌，充滿人氣角色嘅雜誌筆記簿嚟，入面有80幾款唔同圖案嘅卡片。贈品係此卡哇智能手機風格筆盒同彩色筆，手機畫面要大家手動貼一個啦。筆呢3支有色，1支可以變色，大家可以寫好多信，玩好多花臣。原價1100 yen， 大概港紙60蚊。第二本係 We Love Gacha 扭蛋60週年紀念特刊，送扭蛋造型嘅斜孭袋，設計俾人嘅感覺就真係好似孭住部扭蛋機咁，啲掣啊、扭蛋出口位都做到足，真係扭得㗎，真係嘎嘎聲㗎，還原度相當高。透明部分可以擺你心愛嘅收藏品，入面有內格啦。容量擺到2-3支500 ml 嘅水嘅，背面都有個擺電話嘅格仔，設計唔會太浮誇，大人細路都孭到。雜誌收錄咗32頁扭蛋歷史，同埋可以放入斜孭袋嘅卡紙，原價3960 yen， 大概港紙212蚊。最後一本係青春少女雜誌顔ガル6月號，今期嘅贈品係雙色 highlight， 分別係月光色同埋公主粉紅。雜誌都幾好睇，分享日常裝啦、點襯衫啦、整便當嗰啲嘢。呢套 Adidas 都襯得幾靚啦，好開放咯佢哋。小學就可以發明星夢，記表做 model。講翻個 highlight 先，月光色上手近似銀色，公主粉紅就若隱若現啦。960 yen， 大概港紙51蚊。今集插住咁多先啦，大家覺得抵唔抵買呢？多謝收睇，拜拜，我哋下次見。